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《每日箴言》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4月21日，又再是彼得。歡迎收聽每日箴言，我哋一齊聽一段嘅聖經，馬可福音嘅16章1至到8節。過了安息日，抹大拉的瑪利亞和雅各的母親瑪利亞並撒羅米買了香膏，要去膏耶穌的身體。7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出太陽的時候，他們來到墳墓那裏，彼此說：誰給我們把石頭從墓門滾開呢？那石頭原來很大，他們抬頭一看，卻見石頭已經滾開了。他們進了墳墓，看見一個少年人坐在右邊，穿着白袍，就甚驚恐。那少年人對他們說：不要驚恐，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，他已經復活了，不在這裏。請看，安放他的地方。你們可以去告訴他的門徒和彼得說：他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裏你們要見他，正如他從前所告訴你們的。他們就出來，從墳墓那裏逃跑，又發抖又驚奇，什麼也不告訴人，因為他們害怕。我哋可能唔係好中意被特殊對待，好多人呢都好熟悉呢一種嘅感覺。呢個可能係因為一項特殊嘅榮譽，又可能係因為做錯咗事。無論係邊一種情況都好啦，被特殊對待呢，都會讓我哋感到尷尬嘅，想要匿埋咁樣。彼得喺呢一度呢，俾耶穌嚟到特殊對待啦。聽到呢一件事嘅時候，可能佢深深嘅倒抽一口氣。但係喺呢一度呢，其實並唔係一件壞事。彼得曾經3次不認耶穌，甚至就喺佢誇口話絕對唔會離開耶穌之後，我哋難以想象彼得當時嘅內疚感。但係耶穌想要彼得知道啊，佢仍然係耶穌嘅門徒當中被接納嘅一位，佢仍然係被邀請參加耶穌之前提過嘅加利利嘅團聚。事實上，彼得仍然係耶穌為門徒同埋全世界所定嘅計劃嘅一部分。每個人都可以有一份清單，去列出我哋所做嘅好多應該使我哋同耶穌隔絕嘅事。好多時候我哋都做咗一啲唔應該做嘅事，又冇做一啲應該做嘅事。但係呢一啲都唔會使我哋與耶穌同佢嘅國度嚟到隔絕，因為佢嘅死遮蓋咗我哋生命當中所有嘅罪，包括我哋將來會犯嘅罪啊！神嘅寬恕係咁寬廣嘅，當主特殊對待我哋嘅時候，我哋可以確信佢係呼召我哋加入佢嘅大家庭。你能唔能夠感受到耶穌今日係呼喚你呢？主耶穌啊，感謝你呼召我哋跟隨你，盡管我哋喺好多方面都虧欠咗你，請幫助我哋忠心跟隨你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《每日箴言》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